港人投資睇灣區，緊貼政策捉機遇。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接錦樂，我係森哥。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嘅數據咧，即係我哋講嘅七普嘅數據咧，其實係解碼咗好多大灣區樓市投資嘅參考指標喺入邊。大家都知道，森哥一直推薦買樓咧，其實就係要睇兩樣嘢：人口同埋產業。如果買樓投資你唔搞清楚人口流動嘅趨勢咧，你話想升值咧，絕對係講夢話嚟。咁七普咧係反映咗好多關鍵嘅人口數據，例如東莞人口破1000萬啦，惠州突破咗起地鐵嘅基準線啦，珠海未來人口嘅增速預測啦，仲有就係珠江口東西兩翼城市分化嚴重等等問題喺七普入邊都反映到出嚟。咁由頭到尾睇晒呢期節目咧，你一定會知道大灣區邊個城市係最值得投資。記住唔好淨係聽結論，否則極有可能會造成誤判。咁節目開始之前，同樣要強調一下我哋呢堂節目嘅底層邏輯。大灣區地產完全係由內地嘅政策同埋市場決定，而灣區龍頭城市嘅調控同埋市場變動咧，會影響到其他灣區城市嘅樓市周期。港澳人投資想揾錢，踩啱節奏最緊要。而我哋節目嘅特色咧，就係緊貼內地嘅市場同埋政策動向，不斷去更新我哋嘅買入策略，避免想投資大灣區嘅香港人脫節。中意我哋節目，記得撳個訂閱掣同埋隔離個鈴鐘，有片嘅時候會通知你。咁同時咧，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如果有大灣區置業嘅問題咧，就可以隨時諮詢到我。咁首先我哋討論第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大灣區邊個城市係排第3嘅呢個排位問題。咁一直以嚟咧，東莞同佛山咧都話自己係繼廣州、深圳之後灣區嘅第3大城市。咁喺2020年咧，佛山咧的確係成功咁進入咗呢個萬億 GDP 嘅俱樂部。而東莞咧係差少少，東莞係9650億，但係人口咧，東莞已經係1000萬級嘅常住人口規模，但係佛山咧又差少少，佛山係949萬人。咁東莞同埋佛山常住人口嘅差距咧，之前係縮細咗，但係全面普查之後咧，反而係拉大咗。睇嚟我哋以前咧係低估咗東莞嘅人口。咁睇翻普查數據咧，東莞佛山常住人口嘅真實嘅差額咧，大概係100萬左右。2000年嘅5普咧就已經係差100萬，6普嘅時候咧又係差100萬，咁2020年嘅7普咧都係一樣所以可以預計就係2021年咧，東莞咧一樣都會加入呢個萬億 GDP 嘅俱樂部，而佛山同樣都會成為呢個1000萬級人口規模嘅城市。咁究竟東莞、佛山邊個係大灣區排第3嘅城市咧？如果你想知道大灣區邊個城市係值得買入，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有其他大灣區置業嘅困惑咧，你都可以隨時聯繫我。咁從人口嚟睇咧，東莞吸人嘅能力咧，佢絕對係強過佛山，因為100萬嘅常住人口嘅差距咧，冇隨住呢個時間嘅流逝而拉大，反而係隔離嘅深圳咧，佢繼續幫東莞去輸入產業同埋人口，強化咗東莞嘅呢個人口流入嘅趨勢。對於佛山嚟講咧，反而佛山係冇咩區位優勢，因為佢距離大灣區嘅呢個核心區域係物理距離都係比較遠。咁一方面咧，廣州咧仲要係向東同埋向南發展，發展嘅方向咧同佛山係相反，係向呢個灣區嘅核心區靠攏。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廣州將最外圍嘅嗰7個區嘅落戶政策咧係放得好鬆嘅。廣州提出嘅呢個填補外圍人口、發展郊區新城嘅呢個戰略咧，不斷喺度強化緊。咁正正因為呢一點反而減少咗資源流向佛山。咁由東莞同埋佛山 GDP 嘅差距嚟講，其實呢個趨勢咧係先拉大後縮細。GDP 最大差距咧就係喺17年，當時佛山嘅 GDP 超東莞係1800億，但係最近3年咧，佢嘅差距反而係越來越細。2020年嘅差距咧係1160億。咁其實都係好容易理解嘅，就係話製造業同埋出口比較興旺嘅嗰個年代咧，佛山肯定係有優勢。但係如果話高附加值製造嘅年代咧，佛山佢嘅轉型能力咧係明顯跟唔上東莞。所以話大灣區嘅第3城咧，應該係東莞嘅機會會更加大。咁我哋從區位嚟睇一睇就係話，東莞生出嚟就係位置好，佢靠近深圳，入喺廣州同埋深圳中間。咁佛山咧，佢對年輕人嘅吸引力咧，亦都係差過東莞。2020年咧，佛山60歲以上同埋65歲以上人口嘅佔比咧，分別係10%同埋7%，而東莞咧就分別係5%同埋3%。呢個差距都係比較大。咁東莞唔單止係人口多，佢嘅人口結構咧都係佔優勢嘅。從性別嘅比例嚟睇咧，東莞嘅比分咧係130，全省最高嘅。咁男性嘅勞動力咧係比較集中嘅，同時都會反映出就係話
外來人口咧亦都會比較多。而佛山嘅比分咧係119分，排名第2。咁未來佛山要點樣去提高呢個人口嘅聚集度咧？主要都只可以打廣州呢張牌啊！咁第一咧，佛山佢會做好呢個強中心嘅效應啦，佢會將中心城區嘅呢個門面去搞好佢咧。因為而家如果冇城市中心嘅門面咧，啲年輕人咧一般就唔會睇得上。咁第二咧就係佛山都會補自己短板啊，尤其係醫療教育方面咧，佢一定要跟上廣州嘅水平，佢先可以將廣州嘅人即係引流到佛山啊。咁第三咧就係佛山都會用佢呢個成本優勢咧，比如話呢個低房價同埋低生活成本咧，去吸引呢個人才嘅流入。咁總之咧就係廣州缺乜，佛山就要補乜啊。例如廣州升學難度大啊，咁廣州嘅中考啊、高考啊呢啲升學率咧就只有50%。咁廣州房價又高啊，而且未來好長嘅時間之內咧，其實呢兩個問題咧都冇辦法根治，因為廣州嘅財政咧係已經係好困難。咁佛山咧就只可以喺呢兩方面去創造優勢啊。如果係成功嘅話咧，佢就唔怕廣州啲人唔嚟，亦都唔怕冇外來人口啊。因為東莞咧就係靠呢啲辦法將深圳嘅企業同埋人口吸引過嚟，所以佛山咧就抄功課就可以。咁其實東莞數據領先咧，其實主要都係因為深圳嘅人口吸引力下降。但係深圳人口吸引力下降咧，佢又唔係深圳做錯咗啲咩嘢，而係一個超級城市發展嘅必然規律嚟。咁睇深圳嘅發展咧，要企喺深莞為都市圈嘅角度去睇，唔可以淨係睇深圳一個城市嘅數據啊。因為深圳人口減少、產業外溢咧，其實係大深圳都市圈嘅一個戰略成功嘅表現。如果你想知道大灣區邊個城市值得買入，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有其他大灣區投資置業嘅困惑咧，你都可以隨時聯繫我。咁今次嘅人口普查咧，仲有一個爆冷就係惠州啊。從絕對人口嘅增長數嚟睇咧，除咗廣深佛莞之外咧，惠州嘅常住人口增長咧係最多嘅，去到140萬。咁之前多數人認為咧，惠州有地產冇人口啊，尤其係大灣區鬼城嘅呢個概念咧，深入民心啊。但係如果你而家仲係持有呢個觀念咧，咁就真係有啲傻啦。因為而家好明顯，惠州嘅人口已經開始增加緊。其實咧，呢個係深惠一體化嘅成果嚟，亦同樣都係深圳高房價、高成本導致嘅資源外溢嘅表現。咁而家好多深圳人喺惠州買樓啊，佢嘅父母都係住喺惠州嘅，咁自己咧平時就喺深圳做嘢，週末就翻惠州去過週末啊，已經係好常態化嘅。咁未來嘅深惠一體化加強，惠州人口嘅增速咧，大概率咧仲係會提升。咁其實呢幾日咧已經有媒體喺度講緊，就係話惠州有資格起地鐵啦，因為惠州市區佢嘅常住人口咧就已經去到350萬，佢符合咗起地鐵嘅條件啊。所以深圳14號線嘅延長線咧，可能好快就會又有新嘅消息啦。咁唔理佢點樣咧，深惠一體化咧，佢一定係一個加速嘅趨勢嚟嘅。因為深圳嘅房價越漲咧，佢對惠州係越有利嘅啊。關鍵係呢個惠州都應該要學下東莞啊，要做好承接深圳產業轉移嘅準備。因為惠州佢唔可以淨係得房地產啊，因為人係跟產業走嘅，所以惠州一定要將深圳一啲適合嘅產業引流過嚟惠州。咁其實除咗東莞同惠州咧，中山、珠海人口嘅增長咧，都係深圳都市圈嘅成功表現。咁睇翻過去10年啦，呢兩個城市嘅人口增長咧，都係保持咗30%到50%之間嘅年增長率。咁當然啦，你始終話200幾人，當然啦，你始終200幾萬人嘅人口基數去增長30%啊，同埋你1000萬人口基數去增長30%，佢絕對數差係好大。但係唔可以否認嘅就係話，呢幾年深中通道啊，或者係深珠通道啊，同埋深江產業園啊，呢啲項目嘅落地咧，佢係真正去幫中山、珠海同埋江門去引入咗好多嘅人口。咁睇翻廣州咧，2020年廣州市常住人口嘅數量咧係1800萬，佔全省數量嘅15%，係全省最多嘅。咁較上年末咧，廣州常住人口嘅增長咧係超過咗33萬人。咁如果用2010年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嘅數據嚟比較咧，廣州市常住人口佢嘅增長係增長咗成500幾萬，增長數咧係全省第2嘅。咁10年以嚟咧去計呢個人口增長率咧，去到50%啊，全省都係排到第3。廣州人口增長嘅特點咧，主要有幾方面啊。第一就係話廣州外圍人口嘅增長速度比較快。咁啊，外圍即係邊啲地方咧？就係話黃埔、南沙、番禺、增城啊，呢啲外圍嘅區域人口增長係最快，
特別係黃埔同埋南沙啊，佢嘅新增咧係佔咗所有新增人口嘅50%。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廣州外圍板塊嘅呢個落戶政策咧，佢相對係寬鬆嘅啊。咁大量嘅新興產業同埋項目咧，都會俾呢個廣州市嘅政府咧引導到廣州嘅外圍板塊咧去落地，所以人口自然就會跟住呢個產業去做遷移啊。同時外圍區域嘅樓價咧，佢都係相對比較低，咁嗰啲年輕人咧，佢就會選擇喺外圍買樓啊。最近幾年嘅呢個互聯互通嘅軌道工程咧，比如話廣州地鐵嘅3號線、5號線、7號線、21號線等等啊，都喺將廣州市嘅呢個中心城區同埋外圍板塊嘅聯繫程度咧，進一步咁加強咗好多。如果你想知道大灣區邊個城市值得買入，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有其他大灣區投資置業嘅困惑咧，你都可以隨時聯繫我。廣州人口嘅第二個特點咧就係老齡化比較重。咁廣州60歲及以上呢個人嘅佔比咧，去到11%嘅。喺珠三角核心嘅城市入邊咧，佢係算係最高，比深圳高咗成倍啊！所以老齡化咧，其實都反映出廣州嘅傳統產業國企機關事業單位係比較多嘅。咁同樣都會反映出呢個青年勞動力咧，佢喺度減少緊。咁廣州人口第三個特點咧，就係話廣州要填滿外圍人口嘅呢個戰略目標咧係好明確嘅。咁舊年廣東省嘅14五規劃咧就講啦，要以支持深圳嘅同樣力度咧，去支持廣州去建設呢個國際大都市，而且要強化廣州嘅省會城市功能，推動國家中心城市同埋呢個綜合性門戶城市建設上新水平。所以頭先講咗好多描述，比如話呢個省會城市啦、國家中心城市啦、綜合性門戶城市啦等等呢啲定位咧，其實喺形容詞嚟講咧，都已經係去到極限。所以上面分析咗咁多，從趨勢嚟睇咧，其實未來廣深兩個城市嘅人口吸引力咧，會有好大嘅分化。咁睇翻深圳啦，深圳小學嘅招生數量咧，已經連續2年喺度減少緊。咁近期嘅政策咧，仲話好有可能係深圳仲要控制落戶。咁好明顯，深圳嘅高房價同埋高生活成本咧，已經喺度擠出緊呢啲人口噶啦啊！咁深圳人口嘅聚集能力咧，應該係已經到達呢個頂峰。咁至少嚟講咧，係冇以前咁強。而廣州人口嘅聚集能力咧，仲係非常之強。頭先都講到啦，未來廣州計劃要大規模咁去集聚人口啊，要填滿呢個外圍嘅空間，然後再輻射向周邊啊。所以廣州外圍落戶政策咧，依然係保持一個偏寬鬆嘅狀態。咁都係嗰句啦，廣州發展外圍區域咧，其實對於廣州周邊城市嚟講咧，係一個壞消息嚟。咁比如話廣州後花園嘅呢個清遠市咧，港青一體化講咗咁多年，清遠嘅人口咧都冇乜增加。咁再比如就係話廣州外圍板塊嘅呢啲限購政策，或者係入戶政策嘅放鬆咧，資金同埋人才咧向佛山輻射嘅能力咧，就會下降好多，即係大家都唔願意去佛山啦，因為廣州咁好，我肯定喺廣州啦。佛山你唔發展，你又帶動唔到肇慶嘅發展。如果你想知道大灣區邊個城市值得買入，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有其他大灣區置業嘅困惑咧，你都可以隨時聯繫我。咁嚟睇下今次人口普查嘅全省嘅人口梯度數據。咁其實全省嚟睇咧，人口嘅分佈咧係相對健康，但係人口分佈咧都係有個問題啊，就係副中心、城市副中心或者係省域副中心人口集聚嘅能力係唔夠啊。其中湛江人口咧佢係負增長，汕頭咧佢係微增長啊。之所以呢兩個城市仲可以留喺第三梯隊咧，完全係因為佢歷史基數大。咁同時呢啲城市咧，佢距離珠三角超級城市比較遠啲，所以佢人口咧俾呢啲超級城市吸走嘅概率咧就冇咁大。咁之前我點解一直推薦珠海咧？就係因為珠三角東西兩翼嘅發展咧，佢極度失衡嘅呢個問題。其實全省嚟講咧，未來必須要加強東西兩翼嘅副中心城市嘅呢個建設，形成呢個兩極嘅平衡。咁比如話湛江咧，佢要打造呢個逆沿海嘅經濟帶咧，咁人口先有可能會增加，否則佢人口就不斷喺度流出。全國各個城市都喺度搶人大戰。珠海人口增長嘅排名咧，佢係全省第2，咁反映出珠海嘅基數低咧，同埋珠海呢個城市咧，佢正處於一個高速發展嘅階段。咁珠海作為經濟特區同埋西岸嘅龍頭城市咧，佢區域優勢咧其實係好突出嘅，佢位置係比佛山好好多，而且珠海佢開放得比較早，又比較近港澳。但係咧，珠海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人口聚集能力咧一直都冇上嚟。珠海同埋惠州常住人口嘅差距咧，
由03年嘅217萬拉大到而家嘅360萬。同珠海同中山嘅人口差距咧，由03年嘅107萬拉大到而家接近200萬。所以我之前亦都講過，就係珠海市政府呢啲領導佢哋未來一直喺度強調珠海人口嘅目標因為珠海未來嘅首要任務就係吸人所以呢個就係珠海房價支撐。咁珠海現狀咧就樓賣咗好多，但係住嘅人比較少。咁如果珠海真係要打造一個省域副中心，佢未來為咗吸引人口咧，佢必然要出台好多新嘅政策到時大家就會明白點解我一直都會強推金灣。但係咧，到時嘅房價咧就已經係兌現階段，而再都唔係入場階段。如果你想知道珠海邊個板塊同埋樓盤最值得買入，你而家可以 WhatsApp 我係森哥，我亦都係香港中原地產嘅大灣區特約伙伴。你買樓面臨嘅所有問題，都會由中原地產提供一個安全穩妥嘅交易方案。咁中意我哋節目，記得撳個訂閱掣同埋隔離個鈴鐘，有片嘅時候會通知你噶啦。今日講住咁多先，下次見。